俄罗斯总统普廷日的时伫 G20 用视讯发表讲话，伊有讲到即马爱来思考要安怎停止战争。伊嘛讲军事行动自本就是一场悲剧，这是普廷头家用战争来形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冲突。伊嘛强调，俄罗斯将来都无拒绝要甲乌克兰讲和。做过2摆 G20 峰会，俄罗斯总统普廷日前参加由印度总理莫迪主持的视讯峰会，这是伊伫俄乌战争以来第一摆对 G20 领导人发表讲话，讲到一寡领导人对侵略乌克兰感觉着惊，伊形容这场军事行动是一场悲剧。Да, конечно, военные действия – это всегда трагедия конкретных людей, конкретных семей, да и страны в целом. И, безусловно, мы должны думать о том, как прекратить эту трагедию. Кстати говоря, Россия никогда не отказывалась от мирных переговоров с Украиной. 普廷佮用战争来形容俄乌冲突，毋是克里姆林宫过去常常用的特别军事行动。伊这讲话是俄乌开战以来上温和发言，甲进前常常批评美国正做对比，不过伊也批评北溪天然气管线爆炸是国家恐怖主义的行为。俄乌前线议员咧加咧交火，俄罗斯一个陆军员伫陆军表现的时阵，互俄军的炮拍着死亡，也佫有20外个俄军也死亡。另外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访问俄罗斯，伊甲国会下议院杜马主席沃罗丁见面，伊表示愿意甲俄罗斯共同促进“一带一路”的发展。明年是中俄建交75周年，中方愿同俄方一道，不断深化永久睦邻友好、全面战略协作、互利合作共赢的双边关系。因为北京一直拒绝谴责俄罗斯侵乌，西方政府也认为中国伫战争以来继续提供外交甲经济支持，真大程度抵消西方国家的制裁，佮得到大量经济利益，佮支持俄罗斯的战争机器。公司新闻陈伟仁评论。